各位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Brother and sister, good morning. I will preach in Taiwanese. However, you can see my English text on the screen. 奧古斯丁伫伊出名的著作《忏悔录》（Confession）， 伊咧学了上帝赏赐人一个奇妙快乐记忆。伊亲像发上一个宝藏共款，非常欢喜喊发讲：我的主，我的上帝，你互人记忆的力量实在是太伟大、太伟大。记忆会通互人谈论咱眼前所袂通看到的物件，日月星辰、关山大海、鸟兽花草，你所爱的人，还有你所讨厌的人。咱过去所捌看去，也是捌听去的，只要伊的印象甲经验，若存留伫咱的记忆中间，咱就会通继续来讨论伊。咱现主时会通讨论过去所发生的代志，咱将来会通想起现主时甲着过去遮的事物，因为咱有记忆的能力。记忆就亲像一个大仓库。内面蕴藏无数的影像，甲着经验。奥古斯丁继续指出，伊讲上帝将伊家己本身，也阁将幸福这种的观念放伫人的记忆内底。所以，咱若要超出上帝，咱若要超出幸福，咱就倒来到伫咱内心的记忆。伊有写一首诗，伊安尼讲：自从我认捌你。你就住伫我的记忆内面。每一届我咧想你的时阵，我发现你，常时我意爱你。记忆是上帝赏赐咱人心灵一种奇妙的快乐。记忆会通互咱想起到侪侪过去的代志。当咱靠着记忆的能力来纪念咱甲上帝相关联的代志的时阵，那呢，才会纪念。也就成做一种信仰的力量。圣经侪侪经文拢提醒咱，着爱纪念，因为纪念是咱的信仰中间袂通欠缺的力量。迄个将记忆力赏赐予人的上帝，伊本身嘛有纪念的能力。诗人学了上帝讲，伊纪念伊的约，直到永远。上帝伫个百姓中间行了侪侪奇妙的事，圣经讲，这是因为上帝纪念伊的圣言、伊的约，伊对着亚伯拉罕所予伊的应允。但这个有记忆能力的上帝，将记忆力赏赐予人类，常时要求人着爱纪念伊，伊爱以色列百姓。纪念因捌伫埃及的所在做奴隶，互罪所捆绑，然后伊用大权能的手，甲伸出来手骨，将因拯救出来。咱的主耶稣基督也爱咱做学生，会晓纪念伊。当耶稣甲伊学生同齐食最后的暗顿的时阵，伊对着伊的门徒安尼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抑阁摕杯起来，讲这个杯是新约，用我的血所设立的。恁逐摆安尼行的时阵，就来纪念我。咱的主要求所有属于伊的门徒纪念伊所完成的事。伊伫十字架顶献上伊的身躯。流出的宝血来设立新约，这个新约是一个救赎的约，是上帝甲咱所立的约。特别上帝通过耶稣，伊献上家己成做赎罪祭，要赦免咱的罪，赎回咱的性命，互咱的性命会通全然归属伫上帝。今仔日伫咱中间，咱要举行这个圣餐，咱就是要纪念耶稣伫最后晚餐中间。伊所讲的话，甲着伊所做的代志，圣餐值得咱来纪念，因为伊是耶稣基督伊本身
所设立稳定的记号，也是成做一个稳定的管道。通过这个记号，咱会通回想起耶稣伫世间伊所讲的话，伊所做的代志，以及其中所蕴藏无限的稳定。也通过这个管道，咱会通继续来领受上帝听的稳定，也通向上帝来表达咱内心对着伊的感谢。咱的主讲，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行安尼是咧指，咱就通过食这个饼来纪念耶稣为着咱所拍破的身躯；啉这个杯是指，咱就纪念耶稣基督为着咱所流出的宝血。毋也是安尼，咱通过安尼行，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要表明耶稣基督的死有救赎的意义，表明伊的死是创造新生命的规律。咱通过行安尼来效法伊的死，效法伊的牺牲，效法伊的疼，通好互咱被赎回的生命，毋也是成做伊的稳定的一个记号，互人会通看见上帝救赎的作为，上济时也通成做一个稳稳的管道，互上帝稳定通过咱本身通往这个世界。今仔日咱的教会确定会举行这个圣餐，是因为咱要照着耶稣基督的教示来举行圣餐礼纪念伊。当然，毋也是咱教会，今仔日也是普世教会的圣餐主日。世界上所有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拢会来同齐来纪念伊。1933年，美国 Pittsburgh Shadowside 的长老教会有一个牧师，伊的名叫做 Hugh Thomas Kerr， 伊提出普世圣餐主日这款的构想。伫当初时会提出，是因为美国拄是拄着经济大萧条，伫欧洲也是有纳粹主义、甲着法西斯主义阴影下面。克牧师主张，咱就要设立一个普世圣餐的主日，是要呼吁全世界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同齐通过圣餐，共同来纪念耶稣基督听的救赎甲听的稳定，同时共同来宣告上帝伫咱人类的政治、经济甲社会的主权，上帝是主。同时通过这个圣餐，也来恳求族群的合一，甲着世界的和平。1936年，美国长老教会来举行共同圣餐的主日。1940年10月7日，美国长老教会甲卫理公会同齐来举行跨教派的世界圣餐主日。对1940年的10月7日，到伫今仔日2024年的10月7日，拄84天。伫这个84天来，愈来愈多教派、愈来愈多国家的教会共同咧举行普世圣餐主日。当兄弟姊妹，咱守圣餐，就是因为咱要纪念咱的主。咱纪念咱的主，是因为咱知影一项事，纪念就是一种信仰的规律。这种信仰的规律，会通互咱回想伫过去，互咱确信一项事，咱的罪已经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已经得到赦免。这种的信仰的规律，也通互咱的目睭看向将来，知影咱的义上是合一，是伫耶稣基督内面的合一，是伫耶稣基督内面甲其他所有听耶稣基督的人合一。合一是耶稣的祈祷。合一是耶稣基督的祈祷，兄弟姊妹，搁听一解。合一是耶稣基督的祈祷。当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之前，伊为着伊门徒祈祷安尼讲：爸啊，对当以后，我无搁再伫世上，总是因也搁活伫世间，我往你迄个所在去。爸啊，求你也因为我所想属你的名来保守因，互因会通合一。亲像咱合一一样，合一
也是天父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按照伊所创造天地万物所定定的旨意，上帝要照伊所安排的，伫日期满足的时阵，互天顶地上一切所有的，拢伫耶稣基督来合一。大兄是姊妹，当咱同齐纪念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时阵，咱毋通袂记住，咱的主为着咱教会合一伫祈祷，咱也爱记住天父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定一个旨意，就是万物拢要伫伊内面得到合一。愿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同齐伫地。愿耶稣基督的合一，伫咱的教会，伫咱的社会，伫伊所创造万物中间，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赏赐阮有记忆的能力。感谢你纪念你通过阮的主耶稣基督甲阮所立的约。爸，阮的上帝，阮常常会袂记起真侪代志，总是求你帮助阮，无袂记起你是阮的阿爸爸，阮是你的儿女，无袂记起你对着阮的疼，你互阮的救赎的恩典。伫阮所有服侍的中间，互阮无袂记起。你爱阮伫你的真理中间，就是伫耶稣基督的疼内底来合一。求你所赏赐圣神保惠师来帮助阮，互阮所讲所行会通帮助教会合一，互人看见你疼甲公义的真理。Heavenly Father, we thank you for granting us the ability to remember, and we thank you for remembering the covenant you made with us through our Lord Jesus Christ. We often forgot so many things, so we humbly ask you for your help in never forgetting that you are our loving Father, and that we are your beloved sons and daughters. Never forgetting the great work of creation and redemption that you have given us. In all of our service, help us to never forget that you desire us to be united in your truth and in the love of Jesus Christ. We ask that the Holy Spirit, whom you graciously given us, will help us so that our words and deeds may contribute to the unity of the church and show others the truth of your love and righteousness. In the name of Jesus, we pray. Amen.